后来陈幸瑜铺文指控着赵建明对某囝冷淡，结果有袂少的网友是甲陈幸瑜支持赞声。若讲到赵建明甲陈幸瑜结婚了后，驸马爷的身份互伊大出名。讲过去嘛捌爆发骨仔镜医疗的纠纷，尾伊家己出来开诊所。若病患对赵建明医术的评价是有好有歹。2001年9月27，赵建明甲陈幸瑜结婚，赵建明变做总统竞赛，做医生的扛棒总对咧插甲金色色。只是敢若是陈幸瑜本人伫咧赵建明调赴两国骨科诊所的骨骼评论区写讲，两人已经离婚，嘛讲到家己经甲金头离开，听甲无法度摕零回头摕水杯遐嘛真歹困，所叫赵建明当做50斤伫咧去，敢若做保留酸类固醇做5年时间，落尾去到北京骨科诊所看，病情才有较好。一日一区拢伫咧控诉，赵建明拢无伫咧插某囝，嘛积极对方医疗。这一篇普文嘛来真侪网友支持，拢留下一粒星评论。其实赵建明过去特别逼几件医疗纠纷，包括2004年10月13叫控诉医疗过失，甲周慧阿送医甲死。2008年2月7阿伯骨刺去得着神经开刀，嘛甲人开甲半碎。2018年2月14，一位阿公两脚无爽快，手术皮肤不良。总被火警挑起，刘备家己开业，网络顶毛真侪一粒星评论，讲赵建明父亲拢爱还价自费，甲陈幸瑜离婚的消息现光了后，来愈侪人伫咧留言的所在，你甲无一条好，几顿工诊所就无营业。太多是亲切啦，袂含慢呐。或者说他都是打那个什么玻尿酸。对赵建明的技术，有人讲好，有人讲歹。为感情到医疗，陈幸瑜来讲出伊的心内话，和网友讨论较热刺刺。